弟兄姐妹，大家平安。今天我们要以习惯的影响力彼此勉励。萨利嘎嘎马布隆平安，阿尼尼巴盖尼努米达伊，我一直努哈蒂尼爱啊，卡鲁比南安，马萨西巴一直过法鲁佐努米达。经文：路加福音4章16节，路加18阿兹方嫩沙法阿杜西尔。耶稣来到拿撒勒，就是他长大的地方，在安息日照他平常的规矩进了会堂，站起来要念圣经。南路亚达希拉萨多吉耶斯以拿扎利乌嘎拉哈兰宁拉安亚罗伊巴斯拉安阿鲁米阿里马蒂亚乌哈蒂尼埃金拉阿米祖乌里犹大亚阿嘎萨欧布安阿鲁马迪楞萨金拉多萨比阿西巴奥多方扎来主拉里。箴言5章22节，达嫩利马兹方杜萨布罗伊拉国杜萨阿杜西尔。恶人必被自己的罪孽捉住，他必被自己的罪恶如绳索缠绕。乌达迪海阿当绕伊，乌拉绕诺迪人国萨嘎迪洛宁拉，马达拉嘎诺拉绕宁拉紧拉。罗马书6章16节，罗马嫩子方嫩沙法杜西尔。岂不晓得你们献上自己做奴仆，顺从谁就做谁的奴仆吗？或做罪的奴仆以至于死，或做顺命的奴仆以致成义。麻烦那多卡莫阿努巴多罗卡莫多迪人啊，巴拉古里诺尼玛啊米多欧多亚刀基伊，乌古里宁拉卡莫。Anu malah kuli nu rarau kamu i upatai ko pahrekan anu mehakelong to kawas kamu i u mamalamu celai to a tangrau kamu. Luke chapter 4, verse 16. And he came to Nazareth, where he had been brought up. And as was his custom, he went to the synagogue on the Sabbath day, and he stood up to read. Proverbs chapter 5, verse 22. The iniquities of the wicked ensnare him, and he is held fast in the cords of his sin. Romans chapter 6, verse 16. Do you not know that if you present yourselves to anyone as obedient slaves, you are slaves of the one whom you obey, either of sin, which leads to death, or of obedience, which leads to righteousness? 英国大文豪萨默尔·詹森曾说过一段发人深省的话：习惯的锁链开始都很细小，甚至难以觉察，后来越来越强大，最后牢固的无法破除。习惯在最初只是蜘蛛网，最后变成一条钢索。弟兄姐妹，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有超过40%的行为不是源于深思熟虑的决定，而是源于习惯。习惯就像是灵魂的轨道，一开始我们以为自己只是随意走走，但久而久之，我们就被固定在上面。今天我们要从属灵的角度来思想，我们正在为自己编织蜘蛛网，还是建造属灵的钢索呢？詹森说，坏习惯开始时像蜘蛛网，轻轻一拨就破了。一个谎言，一次放纵，一会儿贪心，一场嫉妒，我们总觉得只有这一次没关系。但圣经在箴言5章22节警告我们，恶人被自己的罪孽捉住，他必被自己的罪恶缠绕。罪的特性就是这样，一开始它看似没有杀伤力，甚至带给我们短暂的快乐，然而
当同样的行为重复第2次、第3次、第100次时，那条细小的蜘蛛网就变成了钢索。使徒保罗在罗马书6章16节说：岂不晓得你们献上自己做奴仆，顺从谁，就做谁的奴仆吗？或做罪的奴仆，以至于死；或做顺命的奴仆，以致成义。当我们顺从肉体的私欲，经年累月下来，我们就失去了不去做他的自由。许多人想戒掉坏脾气，想戒掉隐患，想停止抱怨，却发现自己无能为力，因为那条钢索已经牢固的无法破除。然而，习惯的力量是中立的，既然坏习惯能摧毁一个人，圣洁的习惯也能成就一个人。关键在于我们如何有意识地去培养。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世为人时，他也展现了习惯的力量。路加福音4章16节记载，耶稣来到拿撒勒，就是他长大的地方，在安息日，照他平常的规矩进了会堂，站起来要念圣经。这里的平常的规矩，意思就是耶稣的习惯。耶稣有礼拜的习惯，有读经的习惯。在其他经文中，我们也看到耶稣有天未亮就起来祷告的习惯。马可福音1章35节，耶稣身为上帝的儿子，尚且需要透过习惯来维持与天父的亲密关系，更何况是我们呢？属灵的操练一开始也像蜘蛛网一样脆弱，今天下定决心读经，明天可能就忘记了；今天立志祷告，明天可能就被手机吸引了。但只要我们靠着主，天天坚持，这条属灵的线就会越来越粗，最后成为一条保护我们灵命与神紧紧相连的钢索，风吹雨打也动摇不了。如果我们发现自己已经破坏习惯的钢索捆绑，或者属灵习惯总是建立不起来，我们该怎么办呢？一，靠着圣灵承认软弱，断开旧钢索。人的意志力是有限的，詹森说，那条钢索牢固到无法破除，这在人看来是真的，但主耶稣说，在人这是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马太福音19章26节。我们需要来到神面前，承认自己已经被恶习捆绑，求耶稣的宝血和圣灵的大能斩断那条钢索，甚至迫切为得释放来祷告通。二，从最微小的地方开始编织新网，不要指望一天之内变成属灵伟人。正如坏习惯是一点一滴累积的，好习惯也是。如果你无法一天祷告1小时，那就从每天清晨睁开眼，对神说，主啊，谢谢你今天与我同在。从这10秒钟开始，从微小处着手，让圣灵带领你天天重复。军人在新兵训有长官同志说，一个习惯要养成，只要21天固定的运作就养成了。属灵的事应该也是如此。三，寻找属灵的同伴，群体的力量。一条线容易断，3股合成的绳子不容易折断。传道书4章12节。在教会中寻找守望的小组或同伴，彼此问责，互相激励，让建立好习惯的过程不再孤单。你今天在编织什么呢？弟兄姐妹，詹森的提醒是我们每天生活的警钟。每天早晨醒来，我们的一举一动、一思一念，都在为自己的未来编织线条。你今天是在为自己的私欲、
软弱与借口编织蜘蛛网，任凭它在未来变成捆绑的钢索吗？还是你正靠着主的恩典，在读经、祷告、感恩与爱人中，编织一条与神相连、充满能力的属灵钢索吗？敏锐于那些微小的习惯，并宣告说：主啊，我愿意靠你的恩典，每天建立圣洁的生活规律，直到我的生命被你的爱与大能紧紧系牢。请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借着今天的话语再次提醒我们，主啊，许多时候我们任凭微小的恶习在不知不觉中编织成捆绑我们的钢索，求你赦免我们，更求你用圣灵的大能亲自斩断我们身上一切罪恶与软弱的锁链，释放我们得自由。求主赐给我们智慧与恒心，从最微小的地方开始，建立起天天读经、祷告与感恩的属灵常规，让这些天天重复的操练在你的恩典里凝聚成一条坚固的钢索，使我们的生命与你紧紧相连，永不动摇。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圣名祈求，阿们。